继续来看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勒是爆发数十年来上大规模的反政府抗争，有超过10万的人行上街头，指控政府针对这去年火车站放弃这调查的过程有官员讹洗。几乎所有的公共交通目前是全部取消，嘛已经有13个人抢掠去。 真侪示威人伫街路，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勒抗议政府贪腐，15爆发大规模示威。警方表示，上届有超过10万人参加，市区所有公共交通服务全部取消。当局部署数千警力戒备，因为民众不满政府调查去年发生火车站顶边倒去的案件有贪腐，差不多每日拢有示威的活动。15个是数十年来规模上大的反政府示威。 To da se razreši slučaj nastrešnice, razreši sve ovo način na koji živimo uopšte u ovoj državi posljednjih par decenija. Nema veze, samo da znaju da mogu biti smenjeni, da možemo da računamo da će biti fair. 去年11月，塞尔维亚一个火车站顶边倒去，造成15人死亡。民众将事故原因是因为政府贪腐，加无遵守建筑安全法规。但学生发起全国性的反贪腐运动，将目标指向总统吴切奇。虽然吴切奇在示威进行，前一摆警告这是有计划制造骚乱，各危险会逮捕，各判处严厉刑罚，依然无法度阻挡示威的人潮。Ponavljam, prelazne vlade, prevarantske vlade, bez izbora, u koje bi trebalo najgori iz ove zemlje da uđu, samo zato što misle da imaju silu na ulici. Neće biti dok sam živ. 掌权13年吴契奇除了无承认政府调查涉贪，搁指控西方政府机关伫背后支持示威，无着时爱落台。规场示威要算平复，暗过一暝了后，依然有13人遭到拘留。公司新闻电视台报道。